小冉，姐姐要将一样重要的东西交给你，这是当今世上难得一见的《孙子兵法》的全卷。它既能教你领兵打仗，也能教你处事做人。战场龙血玄黄，有空多读一读，比带个先生在身边还有用。姐姐放心，做男儿铮铮铁骨，定不辱没姐姐对我的期望。大王，喝茶。果然累了，不看了，陪老伯说说话。老伯想听什么？老伯还是想听听你的子歇。还说？每次都说他，都说了好多次了。老伯还没有听够，你就说够了吗？再说，那也是过去的事情了。知道吗？子歇曾答应我，说这辈子只要下雨，他便背着我走路。为何有此承诺呢？那年我生辰，魁姑给我做了双绣鞋。魁姑的女工是宫里1等1的好，那双鞋子真叫人爱不释手。可那日正巧赶上下雨，我便将鞋子揣在怀里，赤着脚走路。子歇在公道上碰到了我，心痛至极，他硬要我把鞋子穿上，背着我走。他告诉我说，这辈子与我在一起，一定要让我总有新鞋穿。如若下雨，他便背着我走路。你们两人真是天设地造的一双，可惜了。寡人将你视若瑰宝，绝不要一丝一毫的勉强。睡吧。
王后近日胃口可没有前些日子好了。奴婢让膳房用野山鸡熬了肉粥，王后尝尝。大王至今都没有临幸芈月。王后，给我吧。小丫头，在动什么鬼心思啊？是不是趁着寡人喜欢你，想多求些恩宠？是，也不是。寡人恕你无罪，说来听听。芈月一心想抓住那个指使一群人袭击王后迎亲车队的主使，以大王的智谋，应当早已心里有数，为何迟迟不动手呢？你知道下棋最忌讳是什么吗？心急于攻，得子而不得势。要学会走一步看10步，牵一发而动全身。寡人答应过你，定不会让那人逍遥法外。但此刻一朝疏忽，就可能坏了寡人的全局。行了，说说别的吧。大王想说什么？还是你的子歇。今日不说他了。为何？我想说的子歇都已经说完了。当真？过去提起子歇，这胸口总是满满的，如今倒是觉得空了。那好吧，我们就各自歇息。快清明了，明日一早，寡人要带你去个地方。知道你在山崖边给黄公子建了土坟。前不久，寡人让木坚把坟迁到这儿来，也好方便你时时祭拜。你放心，里面的东西没有丢失。当初，黄公子定把此物看作瑰宝，寡人也同样珍视。既然心目已建好，还是由你把这东西放到墓穴里去吧。子歇，大王给你修了新墓，以后我年年都可以来看你了，你再也不会孤独了。